大家好，我係曉怡。最近香港發生咗一場重大事故，造成破紀錄傷亡。除咗成為全港人嘅傷痛，亦都喚醒咗大家沉睡之中嘅安全意識，同埋對各方面隱患嘅關注。事實上，亡命嘅災難好多時只係由一個動作引起，而喺千鈞一髮嘅時候做到一個決定，亦可以令存活率增加最少1倍或以上。以下嘅影片會超詳細咁樣探討你其實必須要知道，但可能一直冇為意嘅實用火險知識，當中包括逃生點樣走、防火攻略、滅火工具嘅使用示範、大眾對火災嘅常見謬誤同埋疑問。影片尾段我會同大家分析大埔宏福苑成功逃生嘅案例，內容非常之實用，記得睇到最尾同埋分享出去啊！Paper Hill。首先，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最基本嘅逃生4部曲。面對突如其來嘅火災，驚恐係最大嘅敵人。首先一定要保持鎮定，然後去執行以下4個步驟。第一，需要即刻去呼叫，用盡全力咁樣嗌火燭，確保你嘅家人、鄰居可以第一時間被通知及早逃生。跟住按警鐘啟動全座大廈嘅警報系統。第二，關上大門，阻隔火煙。如果火源喺自己個單位裏邊，應該即刻將單位嘅門窗關上，咁樣可以幫助火焰同埋濃煙混喺單位裏邊，阻止佢哋迅速蔓延到走廊同埋樓梯，亦都可以為其他住戶爭取寶貴嘅逃生時間。逃生嘅時候千祈唔好長開防火門，以免濃煙蔓延梯間。第三，判斷路徑，低身前進，唔好猶豫，要向安全出口方向逃生。點解要低身呢？因為火災產生嘅濃煙會向上升，所以貼近地面嘅空氣相對安全。逃生嘅時候耷低身咁樣行，並且用濕毛巾遮住口鼻，以過濾有毒嘅氣體同埋微粒。如果啲濃煙阻住條路，甚至乎可以趴喺個地下行，呢個係可以令自己接觸到最少煙嘅方法。我覺得呢個 point 其實都幾有根據嘅，因為我見到今次大埔有好多貓啊、龜啊，最後都有俾人救返出嚟，可能呢就係因為佢哋喺個地下嗰度趴住嚟行嘅。仲有呢個應該好多人都知啊，就係唔好搭 lift，因為火警可能會令電源中斷，有機會困咗喺架 lift 裏邊，就會令到你好似喺個焗爐裏邊咁噶啦。應該向最近嘅樓梯逃生，如果最近嗰條樓梯有煙，就即刻要改用另外一條啦。第四就係抵達安全地點之後即刻報警。當你到達地面或者確認你喺安全嘅地方，就應該即刻打999報案，清楚咁樣報上準確嘅火警地址啊，包括地區、街道、大廈名稱、座數同埋起火樓層，仲有你係邊個單位起火啊，火勢係大定細呢？有冇人被困等等。最後呢，仲要記得留埋你嘅姓名同埋聯絡電話，方便消防人員進一步聯絡。頭先就簡單重點咁樣講咗4個你發生火警嘅時候要做嘅行動啦，跟住我就會好詳細咁樣去講你遇到火警嘅時候應該係點樣逃生嘅成個過程啦。究竟個方向係要向上走啊、向下走啊，定還是留喺屋企呢？火場逃生最佳嘅辦法就係離開建築物，但走之前需要先迅速決定估計離開單位逃生會遇到嘅風險，例如現場環境、身體狀況、你行動方唔方便啊，或者你識唔識路啊咁樣。咁我幾時應該走，幾時唔應該走呢？可以喺開門之前先摸一摸你個門板，測試下溫度同埋觀察門內係咪有煙。如果門板上方嘅溫度好高，覺得辣手嘅話，就即係表示你個門已經進入高溫嘅狀態，就千祈唔好開啦。如果摸落去都未係覺得好熱嘅，就可以先開一條門啊，去睇睇出邊有冇煙。如果冇煙就可以逃生，但係記住一定要隨手閂門。而火警逃生嘅黃金法則，記住一定係向下逃生。由於煙同埋熱氣會向上升，平均上升嘅速度每一秒係3至到5公尺，而人平均向上跑嘅速度呢，每秒係0.5公尺。加上香港高樓密集同佢本身嘅結構，更加容易造成煙窗效應，啲煙30秒就可以飛到上頂噶啦。人向上跑一定跑唔過煙，而樓梯嘅最底層通常都係出口，而且空氣會比較好。只要向下行嘅樓梯冇俾濃煙或者火焰堵住嘅話，應該選擇向下行，呢個係最直接、最安全嘅逃生路徑。記住，一邊走一邊要閂翻個防煙門，唔係呢就俾啲煙追到你噶啦。如果當你向下行下打開防煙門嘅時候，發現樓梯已經充滿刺鼻嘅黑色濃煙，或者能見度好低，例如你睇唔到自己隻腳，
或者感受到一個熱氣撲過嚟嘅時候呢，就代表火勢已經非常猛烈，唔適合行噶啦。呢個時候呢，千祈唔好夾硬咁樣衝過啲濃煙，因為火災之中第一號殺手其實並唔係火，而係煙。濃煙裏邊嗰啲一氧化碳同埋劇毒氣體呢，吸幾口就可以令你死噶啦。如果呢一個主要嘅逃生出口冇得再向落行嘅時候，你可以試下轉過第二個逃生出口向落行。喺呢個時候，如果我所有出口都俾濃煙堵塞，咁又應該點算呢？你強行逃生嘅話，比留喺原地更加危險。呢個時候，你應該採取關門保命嘅策略，喺個單位裏邊建立一個臨時安全區，等待救援。如果你發覺走投無路嘅話，你應該立刻返單位裏邊。如果你間屋有事，就試下去其他單位拍門，直至到揾到未受濃煙影響嘅房間或者安全嘅地方躲避。然後一定要閂上大門。如果門鎖有防煙功能嘅話，請確保佢運作正常。可以揾毛巾、床單啊、啲舊衫啊，整濕咗之後塞住嗰個大門嘅門罅，或者用膠紙封住條邊，阻止濃煙滲入。可以持續向大門潑水降溫，減輕熱力嘅傳播。最好就係選擇一個有窗向街，並且遠離火源最遠嘅房，好似客廳啊、睡房咁樣作為避難所。閂埋道門，同樣用濕布去塞住個門罅，之後再打999。話俾消防員聽你困喺邊一座大廈、邊一個單位、邊一個房，準確嘅位置信息對救援非常之重要。點解要選擇一個有窗戶、有街道嘅房呢？就係方便你喺窗邊揮動有顏色鮮艷嘅衫，或者開啟電筒手機，向消防救援人員發出求救信號。但係呢，千祈唔好輕易開窗，以免室外嘅濃煙灌入屋。如果需要呼吸新鮮空氣呢，就淨係開一條好細嘅罅仔好啦。跟住呢，我就會講呢，好大多數人對個火警逃生嗰陣時，個腦會諗起嘅一啲疑問同埋謬誤。第一條，火警嘅時候匿喺浴室係咪最安全嘅呢？好多人覺得浴室有水可以防火或者隔熱，但係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做法，因為浴室嘅門好多係唔耐熱或者用膠做嘅空心材料，遇熱會迅速融化，令到熱氣同埋濃煙湧入浴室。而且浴室嘅門有時下邊都會有好多通風百葉簾，所以匿喺浴室裏邊冇辦法阻隔濃煙，最後會令到啲煙滲晒入浴室，造成人命傷亡。而且浴室嘅通常嗰個空間好細，當中用嚟防臭嘅彎形水管隔絕咗新鮮空氣流入，然後高溫令到成個環境更加之焗，亦都冇對外窗，無法對外呼救。第二個問題，住高層係咪一定會比住低層安全呢？住喺高層或者低層嘅危險性取決於火源嘅位置同埋濃煙嘅特性。如果火源位於單位下方，低層可能會喺極短嘅時間裏邊面臨高熱同埋濃煙嘅威脅，而高層單位呢，則主要受於濃煙向上影響嘅速度。所以無論高層定低層，一旦發現逃生道路充滿濃煙嘅話，都應該採取關門保命嘅策略，將房間視作避難場所，等待救援。第六，只要火勢唔大嘅話，係咪可以自己去救熄呢？家居環境之中嘅易燃物非常之多，火勢擴散速度亦都非常之快，幾十秒就可以從一個小苗火變成一個失控嘅大火噶啦。而初期救火可能會令自己吸入致命嘅煙霧。正確嘅方法係發現火勢嘅時候應該保持鎮定，然後先呼籲其他人即刻逃生。如果火勢已經超過你嘅身高嘅話就千祈唔好嘗試去救火啦。4. 火警逃生係咪要向光嘅地方去移動呢？喺火警現場呢，光亮處唔一定係出口，因為你睇到光亮嘅話，可能就係火嘅源頭，或者係因為火勢燒毀電源斷路嘅電氣火花，係極度危險嘅。逃生應該依賴熟悉嘅逃生路線同埋逃生指示牌。如果光亮處並唔係出口，而且有濃煙，應該立即折返，採取低姿態嘅移動，即係彎低身或者趴喺地行。第5，如果你件衫燒着咗，應該點算呢？如果你件衫燒着咗都係要保持冷靜啊。如果情況許可，應該即刻將嗰件衫除咗佢。唔係嘅話，可以試下瞓喺個地下碌，利用身體去壓熄啲火。跟住就講一講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防火勝於逃生。與其俾火警去發生，不如我哋自己提升一下安全嘅意識。點樣去防火呢？雖然好似好長好沉，講到口水都乾，但係唔係講笑。只要你做少以下任何一樣嘢，隨時就會係嗰個致命源頭。第一，
依家好多人淘寶拼多多啦，但係我其實都係建議，如果電器呢，就真係要買翻香港合格嘅電子產品啊，拖板、插頭、充電、風扇啊嗰啲咁，因為我真係試過喺淘寶買嗰啲叉電，嗰啲係叉爆咗。第二，千祈唔好充住電或者開住啲電子產品去瞓覺，因為你瞓緊嘅時候呢，警覺性係最低嘅。咁我亦都有試過屋企人呢，叉住部手機呢，發出嘟嘟嘟嘟咁樣響，好彩我係夜瞓呢，因為我摸一摸佢個手機呢，到就嚟真係好似爆咁樣，咁即刻幫佢掹咗佢呢，就冇事啦，以後唔敢再叉個電話瞓覺。第三，出街之前呢，記得再三咁樣 check 下你嘅爐具或者你嘅電器有冇熄呢，減少喺你唔喺屋企嘅時候爆炸或者火燭嘅機會。第四，唔知大家有冇睇我之前斷捨離嗰條片啦？屋企盡量唔好囤積太多嘅雜物，因為有起火燭嘅時候，你間屋越多雜物，個火就會燒得越犀利。第五，常備逃生三寶，你可以喺個門口呢掛一個袋仔，裏邊會有手機、門匙、濕毛巾，緊急嘅時候可以隨時拎走。點解要擺呢個門匙落去呢？就係方便你喺逃生道路受阻嘅時候有機會即刻可以退返去個單位嗰度閂門保命。第六，要熟悉走火嘅通道同埋逃生路線。如果到火警嘅時候，你先發現你行嗰條路係會蕩失嘅話，就好麻煩啦。第七，保持道路暢通，切勿喺走廊、樓梯、公眾地方擺放雜物，嚴重咁樣阻礙自己同埋鄰居逃生。第八，檢查消防設施，留意大廈嘅滅火筒、消防喉轆位置，並確保防煙門大廈嘅地下同門口、天台嘅出口冇違規上鎖，要經常保持防煙門關閉，等佢喺火警嘅時候阻止煙火蔓延同埋減少損失。第九，可以試下安裝家居防火設施，例如一啲獨立式嘅噴霧感應器，或者手提滅火設備，好似滅火筒啊、滅火氈啊咁，等你喺火警啱發生嘅時候可以方便應對。第十，引申以上第八、第九點啦，你必須要知道嗰啲防火設備係點樣用嘅。第十一，擬定火警逃生應變計劃同埋預合地點。你可以先同家人去討論，並且預演一次逃生路線，確保每一個人都清楚知道喺唔同情況之下嘅應對方法。如有需要嘅話呢，可以參加大廈舉辦嘅防火講座同埋火警演習。第十二，呢個呢，我想講嘅唔單止係家居安全，就係街外嘅其他地方，好似有啲大廈佢係淨得電梯，但係冇樓梯嘅，個電梯你要等好耐，跟住又走唔到嘅，咁呢啲都係存有一個安全隱患，就唔建議去咁多。上面都講過啦，我哋應該要知道啲消防設備點樣用，但係原來我問5個人，起碼有3個半人係唔知點樣用，所以我喺度簡單咁樣 show 一 show。首先講講警鐘同埋消防喉轆。第一，要整響個警鐘呢，先要打爛佢下邊嗰個盒，只要整爛嗰個盒呢，佢就會發出聲響同埋可以啟動嗰個消防泵噶啦。第二，我哋需要先開啟喉轆嘅水掣。第三，將封住喉嘴嘅玻璃打爛。第四，拉出膠喉。最後將喉嘴掣開啟，射向火源嘅底部。如果你發現條膠喉冇出嘅話，可能係嗰個警鐘個盒未打爛，或者喉轆水掣未開，你可以試下再 check 多次。跟住就係滅火筒，好簡單嘅啫，都係4個步驟。一，使用滅火筒滅火之前，應該先評估火勢同埋自身嘅安全，跟住拔出安全鎖，再按下操作桿，最後噴向火源底部，直至火勢完全熄滅。如果大廈發生火警，而火勢唔係太大嘅情況之下，可以先試下用以上嘅方法救火。但如果現場太大煙大火，應該先考慮自身嘅安全，盡快逃生，交返俾消防員去救火。正常嚟講，火警發生嘅話係唔應該執夜第一時間逃生嘅，但係明白可能大家都有需要，所以都分享一下一個走佬必備嘅物資清單俾大家可以預先準備，包括有身份證啊、八達通、現金大約500至1000蚊細銀碼嘅鈔票、護照、手機、外置充電同埋充電線、屋企嘅鎖匙同車匙、口罩、濕毛巾或者煙霧逃生面罩、哨子、輕便衫褲球鞋、
小型手提電筒，放咗重要文件掃描板，好似身份證啊、樓契、保險嘅 USB 手指，後備眼鏡或者隱形眼鏡。藥物，如果係長期病患者嘅話，最少要準備3至7日嘅藥物，同埋影印定藥單副本。即食高能量食物，好似朱古力啊、能量棒咁。嬰兒小童用品，例如奶粉、尿片、身份證明。如果有寵物嘅話，都可以準備埋寵物牽繩同埋糧食。影片嘅上部分我分享咗由專家提供透過學術研究最有效嘅逃生技巧。呢部分呢，我會帶大家睇睇幾個大埔生還者嘅逃生案例，分析一下應用逃生技巧係咪真係可以增加生存嘅機會。第一個個案呢，係嚟自香港63歲嘅胡太同埋72歲嘅丈夫同細仔住喺最先起火災情最嚴重嘅宏昌閣21樓。事發期間呢，佢個仔正喺度返工，兩老就喺屋企。下晝2點，佢喺廚房煮緊飯，老公呢就喺客廳睇緊球賽。佢喺廚房聽到砰砰砰咁，好似炮竹聲咁嘅聲啦，但係就冇響火警鐘，所以不以為意。當丈夫衝入廚房話俾佢聽外棚起火嘅時候，兩個人打算離開單位，但係點知一打開門，走廊已經密布濃煙，根本冇辦法逃生。夫婦唯有返屋企啦，用濕毛巾去封實所有嘅門罅。佢慶幸圍住自己單位嘅發泡膠上一個禮拜已經拆晒啦，所以火勢就冇蔓延入屋。夫婦最先匿喺廁所嘅，拎住全濕嘅毛巾遮住口鼻。後尾見到廁所嘅窗裏邊都有火光，所以輾轉退返去自己嘅睡房同埋廚房。室內熱力驚人，後來開始有啲濃煙湧入單位，兩個人驚惶失措，不斷喺屋裏邊輾轉揾安全嘅地方，並且伏喺地上暫避。期間消防員同埋救護都不時有打電話俾佢哋，話會盡快嚟救佢哋兩個。當日大約2點鐘發現起火，一直等到第二日嘅凌晨5點，先至獲得消防員拯救離開大廈。睇到呢個個案都有用到上面講述，佢哋趴喺個地下，同埋見到有濃煙嘅時候退返去自己屋企，不斷揾一個安全嘅房去避嘅。追光者訪問90後嘅情侶 Jason 同埋 Jenny。Jenny 話當時喺屋裏邊睇緊電視，男友就瞓緊覺。有一刻佢突然聞到啲味，佢以為係啲公公婆婆燒衣紙，所以就冇乜理。後嚟聽到有人大叫，之間男朋友瞓下醒，問係咪聽到有人叫着火。佢哋兩個大家互相望一望之後呢，發現玄關已經有啲煙滲入嚟啦。整個過程3分鐘都冇，佢哋即刻抱住隻貓同埋鸚鵡衝出門口。過程係完全冇聽到警鐘響嘅。佢哋感到啲煙灼肺灼口，嗰個樓梯全部俾啲煙淹沒，屋企裏邊啲火舌好似雨咁樣落嚟。佢哋最先係跑到連接後樓梯嘅防火門位置，原本打算向上逃生，點知上層已經全部都係黑煙，所以只好翻返去自己嗰層。佢亦都感覺到啲煙太熱啦，知道就算跑落去都跑唔到。Jason 話只係幾分鐘嘅逃生過程，吸入大量濃煙嘅 Jenny 已經覺得好頭暈啦，只能靠生存意志去維持佢嘅動力。跟住佢哋諗住翻返屋企啦，但係一打開門，佢喺玄關嗰度睇到已經全部都係黑色。走投無路之下，佢哋又翻返去走廊。喺死亡之際，佢哋做出咗一個決定，因為佢哋見到隔籬嗰個 lift 門突然之間打開咗，所以佢哋就不顧一切。當時咧，佢哋就諗起火嗰個係竹棚，可能呢個時候嗰個 lift 暫時未必有事，所以就攞咗條命去搏一搏，走咗入個 lift 裏邊。結果佢哋好順利咁樣搭 lift 落到大堂。佢哋走到落去大堂幾分鐘之後，一個架 lift 已經停電啦。佢喺大堂見到10幾個人連同保安正喺度等待住消防員嘅指示。離開之後，連大堂嘅門口都着埋火，啲火球好似瀑布咁樣傾瀉落嚟。咁呢一個個案呢，我哋見到Jenny 同 Jason 不斷咁樣揾一啲冇煙嘅地方去走，但係呢，如果今次佢哋冇搭 lift 嘅話，反而係未必可以逃生得到。第3個個案呢，係大紀元訪問邱先生，佢當日係睇緊電視嘅，大約2點50分左右，聽到大量嘅消防車嘅警笛聲。佢嗰陣時聞到啲煙味，但係唔係好重，所以覺得冇乜嚴重。直到聽到鄰居喺度嗌邱先生啊，快啲走啊！佢嗰陣時咧就咩都冇拎，就拎咗個袋就衝咗落去樓下。邱先生係住喺21樓嘅，佢落樓嘅時候咧，見到樓梯已經好大煙，知道根本冇可能可以喺樓梯走落去，所以決定冒險咁樣去搭電梯。落樓之後，佢都見到啲區議員叫樓上嘅居民閂好啲門窗，用啲濕毛巾塞住啲門罅。咁呢一個 case 我哋都見到啦，邱先生都同上一單 case 嘅情侶一樣，都係因為搭電梯而成功逃生嘅。
最後一位呢 BBC 訪問40歲嘅李先生，當時正喺屋企休息，突然之間接到太太打嚟嘅電話，叫佢快啲走。嗰時大約係距離起火時間10分鐘到啦。咁收線之後，佢就即刻換衫執嘢。呢個動作大概花咗8分鐘，直到佢準備離開，打開家門嘅一刻，佢就嚇到呆咗同埋咳。嗰啲煙呢係直接撲埋嚟嗰塊面嗰度嘅。佢形容當時眼前一刻完全睇唔到出邊嘅景象，所以咧就即刻閂翻道門。我屋企嘅毛巾濕碎之後塞住條門啦，但係唔過10分鐘之後，佢又聽到個走廊出邊有求救聲啦。咁原來係隔離屋一對50歲嘅夫婦求救，咁佢就將佢拉咗入自己間屋裏邊。老夫婦話俾李先生聽，佢自己屋企嗰個玻璃都因為高溫而爆晒啦，所以冒住險衝出去走廊。之後佢哋各自喺屋裏邊聯絡自己嘅家人保持聯繫，一方面喺度諗點樣逃生呢。由細到大都喺宏福苑長大嘅佢，知道每一座大廈都有2個逃生門，第一個係通往大廈，第二個係去大廈嘅後門。但係叔叔話俾佢聽，最近佢哋嗰個逃生門長期係上鎖嘅。剩低去大堂嗰個逃生門已經失守咗，成為煙海啦。嗰陣時佢哋知道，就算逃生嘅話都係一個死局，所以佢哋3個就選擇留喺屋企等待消防員救援。咁大約1個鐘頭之後呢，佢哋3個就見到消防員喺出邊，以為終於可以睇到一線生機可以獲救，所以打開個窗係咁叫係咁叫。嗰時佢哋都等咗一陣，所以有啲擔心嘅，開始覺得要暈低嘅時候，消防員再次出現喺個窗嗰度，用雲梯將佢哋救出。佢當時就係拎咗啲護照、細路仔嘅利是、少量現金、平板電腦同電話，然後按照消防員嘅指示，烏低身用雙手護頭，穿過棚架咁樣登上雲梯，同時有好多水灑喺佢嘅身上面。然後佢抵住冰冷嘅身軀咧，逐步咁樣從雲梯走到地下。咁呢個 case 咧，見到李先生今次可以俾人獲救成功，除咗係因為佢有運氣之外，亦都因為佢先前已經好熟悉呢個逃生路線，係有2個出口嘅，而且佢非常好心救咗2個老夫婦。然後嗰2個老夫婦亦都話俾佢聽，出邊主要嘅逃生門已經俾大煙封咗，出唔到去。而佢哋都選擇咗留喺一間有門窗嘅房裏邊安全暫避，令到消防員見到佢哋，因而被成功獲救。就以上幾個成功逃生嘅個案嚟睇，點樣做先至能夠生還，雖然都有一定嘅依據，但並冇確實100% 準則。好似大家都知道火警嘅時候係唔可以搭 lift， 但係都見到今次確實係有幾個受訪者都係搭 lift 先至走到嘅。所以最重要都係取決於時機同埋掌握實際情況執生。利申，以上所有防災資訊我都係經過多個官方部門，例如消防處、房屋處、台灣內政部消防處同埋香港嘅報紙傳媒整合過而得出嚟俾大家參考嘅。當然唔希望大家用得着，但係都想各位可以了解，即時行動，齊心避免意外嘅發生，同將傷亡率減到最低。如果諗到啲咩問題，可以試下響問答欄留低，等大家一齊思考。亦都歡迎各界相關嘅專業人士留言更正，補充更多實用嘅資訊。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多謝大家收睇我嘅影片。如果中意同覺得有用嘅話，記得按 like、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人。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